仁愛堂陳黃淑芳紀念中學，梁晶晶、廖樂詩、譚嘉希、湯雅儀同學嘅作品《繽紛花園的生命樂章》。橫島約 A4 大小點子星星新媒體藝術作品。綠色嘅長方形底座上10點位置有3朵玫瑰花蕾，以橙色及黃色紙黏土捏製而成。11點位置坐住一隻青草綠色嘅青蛙，佢有圓圓嘅身軀，凸起一雙大眼睛同笑嘴。12點方向一隻小蜜蜂，身體由黃黑相間嘅黏土條紋組成，突出上方一對白色小翅膀。1至2點方向有一個紙黏土做嘅花圃，紅、橙、粉紅色嘅午飯花，花瓣厚實圓潤，襯以綠葉。花叢中有一條以綠色黏土圓球串成嘅毛毛蟲。作品嘅6點至9點方向有一個更大嘅花圃，以絨毛扭扭條及紙黏土製成色彩繽紛嘅花朵，有紅、黃、藍、紫、粉紅同橘紫色。盛開嘅花朵好似百合，花瓣層層疊疊，部分有金色及金屬線嘅花蕊。一隻黏土製嘅蝴蝶伏喺作品約3點嘅方向，彩藍色嘅翼，粉紅色嘅身軀，尾部連接一條白色電線。觀者可以用手指點點花朵，或攞起蝴蝶，以佢嘅金屬觸鬚輕觸花瓣或花蕊。不同嘅花朵會發出不同嘅聲音，例如蜜蜂嘅嗡嗡聲、蟲鳥嘅拍翼聲、蟬鳴等。梁晶晶、廖樂詩、譚嘉希、湯雅儀同學以豐富嘅素材做成色彩鮮豔嘅花朵同小動物嘅載體，又以金屬線作為導電嘅材料，設計及製作觸發聲音嘅點子星星裝置，邀請觀者進入呢個生機勃勃、花團錦簇嘅繽紛世界。這是一個以繽紛花園為主題的慶祝式發聲裝置，展現了自然的多樣性與生命的和諧。作品以色彩繽紛的花朵和昆蟲為主題設計。當慶祝不同的昆蟲時，會發出各自特有的蟲鳴聲，讓使用者感受大自然的聲音與生機。明亮的配色與生動的造型吸引視線，並透過互動方式啟發孩子對自然世界的好奇與關注，寓教於樂。